圣经故事新旧约台湾教会公报社印1954年，捡到摩西。约瑟是雅各的囝，伊伫埃及做宰相，非常出名，也有真侪埃及人做伊的朋友。当因要活地的时，约瑟的兄弟甲因的家族，就是以色列的正囝，拢真幸福。因踮伫埃及，逐日拢真快乐地过日。因渐渐发展，变做真有气力的百姓。为着安尼，埃及人真怨恨以色列的正囝，后来就压迫因，互因做奴才，也将大搁艰苦的工，互以色列百姓做。所以迄时，以色列百姓变做非常凄惨。虽然安尼，因渐渐强盛。埃及王看了真无平安，就发一条真残忍的命令，讲每一个以色列的查甫囡仔，着甲害予死，只有留查某囡仔就好。这是一个凄惨到极的代志。拄伫即个时阵，伫一间以色列的家，生一个查甫囡仔，爸母非常疼惜即个婴仔。上帝也特别照顾伊。当即个囡仔出世，伊的老母甲伊藏起来，免得互埃及人知影。婴仔渐渐大，老母已经无法度通藏伊。即个仁慈的老母心真艰苦。后来做一个罗德仔会想，将伊所疼惜的即个婴仔下伫迄内面，就甲伊摕去下伫河边。伊的大姊米利暗秘伫溪边的草内，自神得看伊的小弟会拄着什么代志。忽然，对水边的草中有一个真水的妇人人，带两三个女婢出来。米利暗非常着惊。这个妇人人是什么人？就是法老王的查某囝，出来到这个河边要洗浴啦。伊看见一个细细的箱。迄内面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感觉即个囡仔真可怜，就随时决心捡去做伊家己的囝。米利暗看到即个情形，就走出来甲伊讲：“你有欠用年帽啊无？”因讲：“有，我爱一个年帽，通摇即个囡仔，你减会通替我找一个。”米利暗赶紧走去叫伊的老母来。后来，即个查甫囡仔悠然伫伊的老母疼惜的中间，渐渐大汉。即个查甫囡仔的名叫做什么？伊叫做摩西，意思是对水泥救伊出来。